继续来到日月潭，嘛因为大花有几来码头已经关起来，即卖剩伊达扫码头会当包船来游湖，但是才开始来实施，游客就发现讲，这船公司收费是差甲真离经，上介俗的有1000块的，啊上介贵的有到5000块的，这个游客是真压哀哦。啊，日月潭游艇工会讲。 早期是有来定统一的计数，但是安尼做违反着公平交易法，这个业者各方罚款着51万。尾啊，业者为着要招人客，推出着各种包船的活动甲计数，即卖是希望中央会当来定一个合理的计数，来解决这种公价出价、下价竞争的现象。 日月潭风景真水，游客拢会来遮佚佗。即摆因为水真少，真侪码头拢封起来。为24号8日开始，港村伊达扫码头开放，而且敢来当包船呐。不过，有游客发现，当地船公司特间包船的计数无同，有人开1000，有人开5000，计数差5倍。如果1000块的话，跟5000的话，我可以做5次嘞。有点像在坑游客。 游客想拢无，计数哪会差遮尔济？希望船公司会当统一票价，啊无买到贵的，就亲像红讲喷啊。下午茶的哦，有船上哦体验休闲的那一种，也有1万多块、2万多块都有。游艇工会讲，过去有统一计数，不过因为违反公平交易法、八项规法，尾仔业者就家己规划无共伊活动，大家船内大细只含载人客数量嘛无共，所以计数这真乱。记者嘛来问当地船公司。 有人还会再低了，低到多少？1500。嘛有哦，啊你敢会好？袂好。我真的不要问。业者讲有人开真价计数，安尼敢会好？伊嘛歹势应。希望讲咱交通部哦，甲公平会赶到支持，用电子票券啊，电子票券落，大家价钱就不会那么乱。 日月潭游艇工会希望中央会当针对包船啊定一个统一的计数，才袂互游客对票价有基本，嘛袂互有的业者来破坏市场的行情。